另外，以色列針對着黎巴嫩加薩走廊，還有約旦河西岸的軍事行動，目前已經造成數萬的人死亡。這西班牙等三個國家呢是要求歐盟要以違反人權的這個權利來暫停以色列的聯合國協定，也毋過這塊受到德國甲意大利的反對。歐盟外長2日佇咧盧森堡召開會議，針對以色列最近對黎巴嫩南部，抑閣有長期佇咧加薩走廊甲約旦河西岸的軍事行動，包含西班牙、斯洛維尼亞甲愛爾蘭3國的外長，攏以違反人權做理由，呼籲會議會當討論暫停歐盟甲以色列的聯合國關係。Al hecho de que la Unión Europea solo puede tener una relación con Israel basándose en el respet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歐盟甲以色列聯合國關係是歐盟甲以色列關係法律基礎，佇1995年簽署，2000年6月正式生效。當中包含規範兩國的貿易關係。不過協定第2條的人權條款明確指出，雙方的關係就要建立佇咧尊重人權甲民主原則的基礎上。若是有一邊違反這個條款，另外一邊就有權單方面來停止協定。這3個佇寫予歐盟外交甲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的批信當中指出，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違反國際法甲人權的標準，包含協定的第2條款。所以來比利時嘛要求暫停這個協定。Direct puisse se faire entre les autorités israéliennes et libanaises, c'était un message que j'ai pu partager avec le président du Liban。根據歐盟的法律，要全面暫停聯合國協定，需要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因為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甲捷克這幾個國家反對這個提案是去防火決，這也顯示歐盟內部對以色列已經出現明顯不同的立場。Also so etwas halten wir für unangebracht. Dennoch muss man natürlich mit Israel über die kritischen Fragen miteinander sprechen。根據巴勒斯坦衛生部的統計，2023年10月爆發的加薩戰爭已經造成72000外的巴勒斯坦人死亡，190萬的人有路無厝。就算去年10月雙方達成停火，不過以色列是繼續發動空襲，佮增加超過750個人死亡。因為今年3月對黎巴嫩南部的軍事行動，也已經造成超過2300個人死亡，7600個人受傷。公新聞記者王慶平報。